进前艺人王大陆涉嫌提假病历，想要闪过做兵，引起社会关注。台北市20年来查到有8件提假资料申请免做兵的案例，而且拢是假做去为着爱滋。台北市兵役局回应讲，即马若审查会增加比对就医的记录，避免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。艺人王大陆涉嫌伪造病历逃避兵役，引起社会关注。目前王大陆有假13个定岗，不过涉嫌假造来逃避兵役的毋是一件。台北市20年来利用假资料申请退位改判的案件有8件，全部拢是伪造感染艾滋病逃避兵役义务。我是觉得，如果身体 OK 的话，该当就去当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当然没有必要，就是毕竟。就是这样了，你也只能认。不会啊，这是人生的过程。因为我就选择当替代役，就不用去那个部队，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。这8件案例处罚多数同款，由感染艾滋病的人抽血检验，摕到阳性诊断，再用全国医疗卡申请复检，最后成功得到免疫判定。不过署方发现血卡了后无相关就医记录，违反疾病治疗常理，才限更。110年以后就有重新再订定那个查核的作业。有增加要比对役男要去做就医跟用药的记录这些机制，来防范以后类似这种假艾滋的情形来发生。王大陆事件现更了后，经过内政部清查，发现有部分药篮定并检查异常，大约有80个个案有共同性涉嫌不法。专家分析，体位判定恐惊的存在有空芳，建议会当设多重关卡，就算判定变异，也爱各追踪，阻止作弊行为发生。不管是军医院或者是相关的医疗单位，在做认定的同时，它不应该只有1层，可能有第2层，可能有第三层相关的这种重复检核的机制。专家表示，义务役役期延长到1年，虽然会当强化部队整备，也不成为国军作战部队构成主力的志愿役，人数煞当年降。建议国军爱强化留才，才会当坚实战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